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远离而烦恼是成功的第一个重要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当中好的作品，在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它解决的是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我今天的题目是上海方言的过去和现在。过去是两个时期，一个是1843年这个上海开埠之前，还有一个是1843年开埠之后。现在就是指这个21世纪。这个关于上海话，大家我听到的有很多这个议论。首先，什么是上海话？上海话的范围到底有哪些地方在讲？这个有人说，这个上海话就是上海本来这个老的本地话，叫上海话。对什么叫本地，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是租界跟这个租界旁边的一些地方，当时的上海县城，讲的话是上海话。也有人说，这个上海话是上海市现在这个版图上面说的话是上海话。那么，到底是上海话是怎么样的，还得要从它的历史我们来回顾。一共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海港诞生了上海话。这要认识现今的上海方言的布局和变化状况，就要从这个了解上海话的历史形成开始。作为一种语言，它的分化跟趋同，是社会和生活范围的分合与这个两方面是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因为在有个地方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就形成了一个人口的迁徙和聚居。那么人们长期聚集在一个比较自足的生活区域内，那么这个地方的语言就可能会有位于附近其他语言这个形成了另外一个语言的中心。这个新的中心呢，应该是人口迁徙源这个地方的语言的一个变体。那么这个语言变体呢，也由于居住地的人群长期跟一个相对政治文化的中心相联系，不断的向这个地区的中心的权威方言认同和靠拢，这个是语言的通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那么上海是怎么样情况呢？就是本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长江出海的地方呢，这个三角洲上面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比较大的一个松江，后来呢称为叫吴淞江。但这个吴淞江呢是在现在的吴淞江的北面，就是苏州河的北面。那么它的下游呢，在入海的地方呢，有一个是上海铺，有一个是下海铺，两条支流。那么上海铺呢，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从龙华到外浦图桥的一段黄浦江。当时黄浦江是很狭窄的。古代的上海方言呢，就是自从有了上海铺，有了上海人的聚居才开始形成的。以上海乡村的这个聚落，最早呢出现在北宋熙宁10年，这个时候一本叫《宋会要纪稿》里面，这个书里面呢，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华亭县就是后来的松江县，它的东北方有一个叫上海务，这个地方呢专门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一个集市。
那么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在现在的人民路跟中华路环线以内的这个东北侧。那么东面呢就是上海铺。这本书到现在呢已经有935年了。后来到了南宋，这个吴淞江开始淤塞，那么后来在吴淞江上面，这个华亭县的一个大港口本来叫青龙镇，就被这个上海务所替代。那么政府就在上海设立了那个专门收商船的这个税收的市舶务。那么宋元之交，上海这个地方呢，已经发展成为华亭县东北的一个大镇。到元朝的至元28年，也就是1291年，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华亭这个分出这个东北5个乡，建立一个上海县。这个时候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滨海大港，繁商云集。县治就在北宋的那个上海务这个地方。那么上海铺，也就是黄浦江中段的东西两岸，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聚集中心。这个户数呢已经达到6.4万户，也人口呢有几十万。那么这样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形成了。松江跟上海后来就成为当时的松江府的2大重镇，所以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那么在现今上海市的行政版图里面，可以用语言的分布来划分这个几个方言区。那么上海方言区呢，就是在现在的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的两岸，大致就是在明清松江府的原来的上海县这个地域内，就是这个老上海话的分布。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对老的上海方言区用不同于松江方言区的阳平声调，它是读低的低频的，比如中低的低、读低这样的声调。而松江方言区呢，读低是一个降调。那么这个这个平调，用这个跟松江方言区不同的声调，声调因为概括的字非常多，它的说明问题可以说明的最广泛。那么第一个字以阳平声调为起点的这个两字组，比如说这个美人、地旁、上人、董令，是读成这个23加44的舒长调。哪能读法呢？我可能学的不像。美人、地旁、上人、董令这样的调子，在现在的乡下和沪剧的老唱片当中，比如说《罗汉钱》当中都可以听到，《鸡毛飞上天》当中都可以听得比较明显的，这个为标准，把说上海话的地区范围都划出来了。这个范围呢，包括现在的丰邦、普陀区的长征过去的名称这个桃浦、这个真如，这个都包括镇跟乡的。济王、朱棣，这个华漕、新津、梅陇、虹桥、曹行、陈行、杜行、芦苇，还有龙华，这个韶井、北新井，这个沈家角，还有这个宝山区的松南，那松南嘛，就是在吴淞江的南边嘛，打让。这个苗昂，丰党的东部，它的西部就是嘉定方言区。这个岗位五角场，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和奉贤区的四团、平安，这个太子北部、头桥北部这一块
这一圈里面，老上海方言最有权威、有代表性地方，一直是原来的县治所在地，就是现在黄浦区的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现在在上海市管辖范围的长江三角洲上，语言主要可以分2块，实际上是除了这2块以外，还有一个崇明方言区，因为是在岛上，还有一个是莲塘方言区。古代的松江把刚才说的这个2块南北2块地方分成松南跟松北。松北的地方，这个语言是统称这个嘉定方言区，就是包括嘉定跟这个宝山的中部跟北部，还有呢跟他们呢是跟这个旧的苏州府的太仓、昆山这个语言相接近。比如说，侬阿去上海，侬安去上海了，就你是不是去了上海？这个而南部呢，这个松南呢是一直到杭州湾，长期是从属于松江府管辖的。所以刚才说的侬阿是学生，这一块地方呢，松江府的范围呢，侬是学生伐？侬饭吃了嘛？啊，在松江府内形成了一个西部是松江方言区，东部是刚才这块地方是上海方言区。长期以往，这个府城的这个松江方言呢，一直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权威方言。这种状态一直这个保持到近代上海的开埠。第二个呢，我讲就是内容呢，就是讲上海话走向辉煌。1843年11月，上海对外开埠，在租界和原来的县城南市，当时南市不是南市区的南市，在那个县城的旁边，这个还有这个闸北的等地，就很快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城区。那么上海成为国际性的一个移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交际频繁快速，中西融合，城区的上海话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下边呢，我们从这个词汇的层面这个增长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的移民陆续来到上海，带来了各个地方的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这些语言呢、方言呢，都撞击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当中的生活基础用语，使这些生活基础用语呢，发生了一种杂交的优势。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这个演变方式，是使得各个地方的方言的公约数词语非常快的在上海话里面取胜。比如说上海话叫东北北，东北北了，后来叫东北北，东米。这个苏州话呢有东手，东米。宁波话呢有东北比，这个东米。结果呢就是以东面取胜。现在的新上海话里面就是东面。还有比如像原来上海话当中的一些同义词，洗就是打，洗衣服的洗啊。这个安把什么东西安了啥地方，就是摆了啥地方就对吧？这个松江话有个特征，拿东西叫带啊，拿来。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同样在讲，叫拿来。那么还有比如讲推崇，这是哪位人？这个都以后者取胜。为什么后者后来取胜了，前者慢慢的在城区淘汰了呢？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吴语的地区都讲把哪位人这样取胜。这个是上海话最早的摆脱了一些宅地域性的土语，也是上海话在吴语方言当中成为更有代表性的方言。以后上海周边城市也渐渐地跟随着上海话
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第二点呢，它的变化呢，就是世界上国际性的大都市的语言都是吸收各种方言、各种语言的精华词语。上海话呢，主要是从英语当中吸收了大量词语，也从上海的移民当中吸收了有特色的词语，比如说苏州话当中标志啊、喝药、洗澡、吃家伤就打你啊，就是撒娇啥跌跟斗、一只顶，这些词都是从苏州话里面吸收过来的。一只顶在这个书摊里面，早期的书摊里面就有。宁波话，比如阿拉，现在年轻人讲上高头、这个高头台子高头，这个高头，窗门、湾仔这些词都是宁波话里面的。还有杭州话的木姥姥、白二手，还有苏州话的小巴西、拐拐路地洞，这些都是。还有呢，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从晚清起，上海人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大变化。从西方很快的传来了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那么这个现代性就洗礼了上海话。老上海人和那些移民一起，当时是以宽阔的胸怀见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比如从这个黄包车开始，这个一直造到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汽车、卡车、货车、房车、吉普卡当然我叫自排车，这一系列车子的词，几乎都是从上海话当中先产生。那么还有一些词在上海都市化的进程当中，马路本来叫街的，马路就是当时用马载人的车子，所以它造的大一点，所以后来这个上海所有的街都叫路 ，road 都是路。这个马路就是这样诞生的，现在已经进普通话了。洋房、自来水、自来火开始辰光讲是指电灯电，但后来因为说自来火这个迷信，说这个都要烧掉，房子要烧掉，所以后来自来火变成是讲这个火柴，对吧？改了，这个没有吸收到普通话里面去。电灯泡、书局、报馆、引线员、公司、商会、海关，这个同乡会、孤儿院、橡皮筋、粉笔、开笔圆珠笔、笔记簿、口径、操场、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等新名词都首先在上海话里面蓬勃涌出。大量的音乐词，比如沙发、沙拉、啤酒、鼻炎嘛，白兰地、开司米、帕里斯、麦克风，这个斯门汀、叶士丁、万士林、莱索尔、斯迪克、可人、弹头、马赛克、斯普林苏、老虎场有老虎等新词，这个都是从外语当中吸收到上海来的音译词。我们从有些词的发音，比如说说法、马达、加拿大嘛，丹麦、伦敦，都是可以看出这个都是上海话翻译出来的。还有这个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当中，几乎整套词语都是先从上海话当中产生，后来流传到周边的城市去。第四，上海人在开放的社会当中，跟自由生活这个活跃的思维跟海派的奇思遐想，使得上海话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有海派风味的俗语，所以上海话的俗语是方言当中最多的，各种方言当中最多。比如说气头皮，气头皮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提起或者数落一个人过去的一些错误或者把柄，有的已经改正了，但是一直要提起它，这个叫气头皮。收骨头，比如说现在小孩子开学了，也要收骨头了，就是要管束的更严了，不能松松垮垮了。还有像出风头、戳鼻夹、倒浆糊、烤木鱼，这个夹苗头、搭山头，
这个避风头、吊枪花、盖牌头、八油粉、牛脚蟹、60条线、线蟹一只，吃空心汤头。吃空心汤圆就是给你一个不能兑现的允诺啊，允诺。这个开年礼拜9就是遥遥无期，有空8只脚，还有4只都开口，等等，这个是有成千条啊。这个表现生活具有极大的概括力。20世纪30年代，当时提倡这个大众语，这个乐次品，在1935年的时候，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写到上海当时语言生活当中的崭新面貌。他说：“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是在世界上只让纽约这个充实的物质生活、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的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最大的这个制造厂。这个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就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词语，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词语，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这个四方。这种先进文化跟前卫语言都是在上海先发源，很多的这个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而且由那些文人，比如说30年代在4马路一带聚集着20多万这个文人，用尽了上海出版的无数的书刊、报纸啊，这个小说啊、电影啊，比如说茅盾一篇2000多字的一篇散文当中，这篇散文是上海大年夜，就用了天河、水丁、石门町、老腔，这个就吃大音。这个紧张、天头地、野鸡、黑眼、鸭舌头帽子、拐炮、引戏员、打强盗赛，这个一个小孩的游戏。这个自来水龙头、快把钿、两头不扎实，两头不扎实，等24个上海方言词语。这篇文章里面的上海大年夜的气息就十分浓重。当然，它主要是用北方话、白话文的书面语写的。所以，大量的这个新词呢，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到了当时的叫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当中的常用词语。上海话的这个快速的发展，使得这个古代形式、近代形式、最现代的形式，那么农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各种词语，同时这个浓缩在和积累在这个几代人的口语当中，这使上海话的常用词语成为一种时代层次十分丰富的语言。上海话呢，在这个前后100年当中，一跃成为全国的本来是一个3级县城的小方言，还不如这个松江话这个强大，更不要说跟这个苏州话可以比。后来就成为我国的3大方言，这个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这个各方面的词汇，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踢踢踏踏踏过来的踏，不踢踏过来的踏，这个保留着上古音，上古音这个拖起的拖拉机的拖啊，这个是到现在上海话里面都吐过来，但是这个踢踢踏踏踏过来，这个踏就是
就是上古音啊，上古音。还有我买大只么子，大只么子就多个东西。这个多现在上海多少辰光在讲多，但是老上海人现在在松江府的一些农村里面，上海人到现在讲买大只，这个大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保留的上古音。还有上海话里面有很多这个吃力擦了、稀里哗啦这个踢里踏啦、滴里哆咯这些拟声词非常发达。这些拟声词过去实际上不是4个音节，而是2个音节。那么其中这都是2个韵母都是相同的。那么它实际上是过去的复辅音，古代有汉语当中有复辅音。还有上海它这个城市呢，本来是在海滩边的。松江话它已经是属于比较缓慢的这个吴语方言，发展比较慢的，因为这个地方既没有嘉兴这么发达，又没有北边的苏州府那么发达，所以保留了整套的这个有系统的跟中古音对应的这个陆声韵，陆声韵非常发达。比如是这个克这个声母有这样几种发音，咔是咔音的咔，开这个那种开业机的开，还有这个壳西瓜子壳这个壳，还有壳是壳了小的壳，还有这个磕头的磕，磕头状的磕，嘴巴他的嘴巴关的辰光就叫磕一只凳子搭起来叫搭搭起来割道叫割道。所以这个它的保留的陆声韵当中的这个各种差别是吴语当中最多的。而且上海因为当时又是在这个松江府的早期的时候是在海滩边，所以它的语言里面保留的古形式要比松江还要这个方言区还要多。所以我们看到了早期的上海传教士记录的上海话里面许多形式都是保留的相当，包括一些词语是保留的相当这个相当老的。但是因为上海一下子就是发达起来，所以呢大量的商业词汇，甚至商业词汇变成了日常词汇，比如钢筋头本来是商业里面称斤的，后来变成互相之间谈判互不相让这个意思。这个比如说马拐子，这个还有什么很多商业方面的词语都引申到生活当中去。到20世纪30年代，城区的上海话无论在语音或者语汇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跟城郊外的四周的老上海话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使得有些上海城里面的年轻人居然听不懂这个上海郊区的老年妇女的讲话，因为主要是这个声调变得很大，这么也有些词汇都不一样。这个在苏州城郊跟嘉兴城郊都没有这种现象这都听得懂都听得懂。由于上海的这个地位，后来呢大家就公认上海城区里面的新上海话称为是正宗的上海话，而把四周乡下仍然缓慢变化。80年代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还有8个声调、7个声调，还是在原来的老上海话基础上缓慢变化的这个老上海话，按照它的地名称呼为江湾话，或者是这个梅陇话，或者说三林党话，或者统称为上海本地老闲话。都市化以后的上海话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词语呢新陈代谢比其他的层次都快速得多，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它的变化的地方呢，你讲几句上海话当中都可以一个个跟过去对比出来，都可以找到。在160年当中，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第一个西方传教士埃德根斯英国人记的这个上海话语法，口语语法当中，他记下的63个韵母，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是只有32个。
上海话的声调是这个吴语区当中最简单的5个，从本来的8个，这个1853年记录的8个，后来变成现在大家讲的5个，减少都将近一半，这个是我国近代方言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对世界研究这个语言、都市语言的变化，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是美国人、法国人现在都有人在研究上海话。由于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形成的中心地位，由于移民的来源是五湖四海，而且是渐渐来的，不是像过去南宋开封的人一下子到杭州去的，所以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没有一种方言能够比较大的影响上海话。你说最大的影响最大的是苏州话，因为当时的苏滩、苏州评弹啊，这些对上海文化还是有很大影响，但是都不是非常大的影响上海话，或者几种方言拼合取代上海话。上海话还是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而且有稳定有序、持续发展的。上海话的到2003年的时候，我在写这个上海语言发展史，这个时候调查的10个原因，因为和1853年的10个原因因为完全相同，还有上海话的22个辅音因为也一个没有改变，没有从任何一个方言，包括普通话里面吸收一个因素。所吸收的词语都是以介词的形式，用上海话的连读变调语音发音的，就是一种外来词的形式发音。连这个吸收英语词汇都是这样，是 blended， 在英语当中是2个词汇，2个音节，在上海叫巴莱迪，三个音，完全用上海话的语音发音的。所以语言这个它的变化自由它语言变化的特点。160年当中，上海话的变化变得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1845年到1950年的100年当中，西方传教士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不间断地在上海出版了几十本记录上海话的著作，包括课本、故事、语法、音节表、字典、词典、圣经，他们这个上海话的词语是这个用字啊，很虔诚的，这个都是很可靠的用的，以及报纸，精确地记录了上海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还有瑞典的语言学家高本汉，还有中国的语言学家这个赵元任都记录过上海话。赵元任是在1928年的时候记录的，所以他正好是老上海话快速的在转为新上海话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书见证了上海话的快速连续，一个是快速，一个是连续这个变化。上海周围这个一些城市的吴语，要在几十年以后才开始发生类似上海方言当年的发生的变化。比如说，上海话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从分监团到不分监团的过程。比如像我这个67岁，这个话都能分得出上，这个监团，因为是父亲母亲都分的，但是我自己自然讲话是不分监团的。我们这一代，这个都是这样，语音数据库调查下来的都是这样，已经自然语言里面都不分监团。而这个苏州话现在中青年当中已经开始同样的变化。上海话在40年代的时候声调已经并成这个5个，而宁波话的声调在当今青年一代当中也开始已经合并成为5个了。所以上海话是走到很前边的。这个语言的构成跟变化是由它的严格的这个规律的。一种语言的声母、韵母、声调，它的组合呢有严密的结构，这不可能是由几种语言拼起来的。有一种说法说上海话是南腔北调，这个是苏州话的词语啊，这个苏州话的说法跟这个
杭州话跟这个宁波话大家合起来的这个上海话，就是一种新的话。这个说法是这个想象当中的，因为滑稽戏当中经常是南腔北调，讲各种话。那么实际上这个语言并不是这样可以这么容易，除非是这个洋泾浜话这种。洋泾浜话是英语，不是上海话，不是汉语。这个移民这个籍贯的混杂，但是大城市当中的通行语言不可能混杂，籍贯跟这个语言不同。移民多数是渐渐进入上海的，上海的弄堂也是包容各管各的新上海人，所以各管各的上海人实际上用什么来这个认同上海呢？实际上是用这个文化来认同的，而文化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上海话，所以上海人那么念念不忘要保护好上海话，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当时来的各种方言，他们在第一代人当中，他们可能是学上海话学得不准，或者是根本不学，就是他用本地的话，用宁波话讲，在家里也是用宁波话讲，或者用苏北话讲。但是他们之间呢，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环境当中是方言是互相抵消的。他们共同认同的是发达地域的上海话和当时的国语两种。所谓混合语，是指一个语言当中的词汇混杂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语言音系相联系，这样的才叫混合语。而新上海话不是这样的，所以新上海并不是像苏州话、宁波话或者江浙方言的杂合，更不是他们的混合语。这个蔡元培在1913年的时候，有许多人要认为国家的语言国语应该是一种国语，应该要分尖团，要分这个浊音，还要分这个入声。当时因为许多人要写诗词嘛，当时写古诗词的人很多，所以制定了一个国语的标准。这个国语标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发出音，只能由赵元任录成这个留声机的唱片给大家学。到后来几年以后，大家认为这个国音就不可能推广，后来就定下来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是这样。语言一定是由一个音系为基础，这个语言才能在大面积，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推广起来。而移民他们的方言移民这跟本地人他们是一起在上海这个社会物质跟精神文化迅速发达的现代化当中，创造了大量的新词语，翻新了上海话，这个是这个功绩很大的。所以现在我们手机也好，这个网上也好打这个上海话，我们像这一大批词语都是已经都定下来。过去这种吴语小说吴语还有过去的词典里面都有的这些词来的，我们都考出来这些词，都要用统一的词。不能我现在想约定哪一个词就哪一个词，因为这个字是书同文啊，同样一个在苏州话里面，在上海话里面，在宁波话里应该写法是一样的，否则大家各种各样音打出来的话，结果到最后就变成表音文字了，像欧洲许多国家这个拉丁语分化出来一样。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分裂，就这个汉字这个书同文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上海话的这个正字跟正音的这个工作要重视，不能乱写。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以松江话为基础的老上海话的基本词汇，多数是在新上海话当中还这个传承的。有些词语在上海开埠的环境下，首先不断的优化，然后再扩散传播出去。词汇是这样，语音跟语法也是这样。那么过去移民来到上海，大多是学说上海话的。移民的第一代人当中，可能说着家乡话，或者很搭江的上海话，但是从他们的子女一代起，就可以用相当准确的上海话交际。比如说，我是49年的时候在幼儿园里面，50年
小学1年级。这个在卢湾区读小学的时候，同学之间都讲着一口相当一致的上海话，都是在小学里面7岁以前学好语言最好的年龄阶段学好的。还有呢，就是世界上开放性的大都市，几乎都是在本土语言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国内外各民族各方言当中的好词语，成为语言文化的集散地。上海话过去也是这样，在100年当中积极吸收这个新词语，所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居住，这个有大量的人来，一个是流动，一个是居住。居住的人的语言影响对本地影响更加大，他们主要是撞击这个上海话，使它非常快的发展，非常快的发展。语言的应用只要是顺其自然的，本地化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取得杂交优势。上海话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就是明证。上海话的发展辉煌期正是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最多的时期。先讲现在。现在情况呢，我想多讲一点。如果说20世纪初年的时候，老上海话以昂首阔步的姿态，无所畏惧的迈过了一个充满变数、以少胜多的十字路口，展现出的是它的巨大的辉煌。那么100年以后，这个时轮又转入21世纪初，上海话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它又面临着新的一轮这个风云机会。那么它是又将以怎么样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洗礼呢？1852年，上海只有这个54万人，到1949年，这个就已经有545万人，人口增长了10倍，其中80%以上为外地籍人。1950年，市中心的黄浦区、闸北区、老闸区叫，当时黄浦区的一部分西边叫老闸区，后来并入这个黄浦区的。上海这个籍的人只占4.6%，当然不是一下子来的，都是陆陆续续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而在黄浦区老闸区的人当时都是讲上海话，来沪的外地人，尤其他们的第2代开始的子女，都是学会了用标准的上海话来交际。他们往往在家里跟父母讲这个宁波话或者苏州话，但是出来的时候同学交际都是上海话。这些人往往这个双语都会，再加上国语，这个普通话，再加上英语，这个4种语言都学得很好。所以说小孩学语言不是很难的，不是国际上面有专门的调查，日本也有，美国也有，这个会多语的这个人，这个要聪明得多，在这个100年当中，上海也是用国语的，当时叫国语，后来在50年代后这个中叶后来叫普通话，这样所拍的将近2000部电影，绝大多数都是讲国语，除了一些滑稽电影。在上海产生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国语创作的。上海的电台也是讲国语的，也有上海话的电台。那么上海话跟苏州话还有这些宁波话用的比较多的是戏曲，戏曲有宁波弹簧，有这个上海的这个方言话剧，也有这个沪剧啊，还有这个苏州的评弹啊，什么苏摊啊，这些滑稽戏啊，这些主要是用方言。这些比如说我们把上海的沪剧老唱片，从这个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东乡调唱片，这个后来的叫本滩
本滩唱片、本地滩簧，后来叫生滩，再后来叫昆曲，到将近解放前就叫沪剧。这些唱片从头到底，他们的说明书，如果是仔仔细细的看，可以看到整个上海话的发展，它的语音怎么一点变的。我记这个开始的时候还有苏州话的影响，后来都是上海话。书摊开始的时候都是苏州话，到后来的书摊都是上海话。你的你也叫浓了，是吧？这个都怎样一点点变化的。这个都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上海当时的这个情况。刚才我说的就是上海话和国语当时是和平共处相处的，而且是互不相赢的。这个国语因为上海话强大了，上海话也因为上海强大了。现在呢，上海已经是一个大都会，出生在上海，以上海话为母语。什么叫母语？有不同的看法的。有的人说母语就是普通话，就是国家这个官方语言。有的人说母语是这个小孩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不需要跟着母亲讲，不需要学的这个语言，不需要不泼墨夫这样教的这个语言叫母语。那么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在学英语，我们自己是母语。这个母语针对外国人来说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包括所有的方言的汉语，现代汉语，也不是古代汉语，现在的我们讲的这个应该是都包括了。否则维持那个不懂这个普通话，现在据说有调查下来有50%还不会人，全国还不会说普通话，变成这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变成没有母语的人了，对吧？所以母语应该是国际通用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第一语言啊，第一语言为母语，后来第二语言都是要学的，通过系统学的。而往往这个母语的特点呢，是讲的最顺畅的，就是说你在吵架的时候、骂人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这个谈恋爱谈的最生动的时候，这个都可以表达得很好的，就是这个就是讲起来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当然也有人可能从小就2种话都会，这个上海话也会，普通话也会，2种话都可以讲得很流利啊，互相补充都可以。那么现在以上海话为母语的人大概少说也有1000万。那么近年来常住在上海的这个新上海人和这个流动的在上海流动没有常住户口的这个新上海人只占上海的少部分。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感受到上海话反而在上海正在衰落下去呢？那么我们总是要想办法找一些原因啊。上海在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虽然由于户口的制度限制了这个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上海话这个时候倒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相对的稳定发展阶段。就是上海由于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上海的年轻人又是以上海人的身份为重的，他说着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就是很怕带上一些其他的方音，如果有不准的这个口音会很快自动修正。这个还有一种原因呢，由于这个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上海的语言文化的遗传当中，先天的就含有着一种现代城市的文化基因，就是它是创造力比较强，所以上海话在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创新的活力，远胜于其他城市。这个从青年当中不断有这种新的流行语产生啊，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各个时代都有。语言呢，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当然，最好的是顺其自然发展。过去有一个争论，在
电视台里面，它也比较有意的要形成两种观点争论起来，这个收视率就高了嘛。一种观点说语言让它顺其自然发展，就是说现在塞落下去嘛，你只好塞落下去，对吧？你顺其自然，你不要多管嘛。这个还有一种说法要保护上海话，保护方言，把这个两个观点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个双方就不构成对立性的，不构成对立性的。我们最好就是语言是顺其自然，这个语言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顺其自然，就是让他讲，顺其自然的变化带来的是语言的自然丰富和健康发展，就像上海解放前一样。语言这个会自动择优处劣的，有时候有的人说出来一种某些切口只能在少部分的人喜欢他的人当中说，大多数人如果也讲起来了，比如说笔锋的，就把它里面的含义都改掉了，黑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叫词汇的空心化，词汇的这个空心化，这个是世界语言的词汇都是有这个特点，对吧？他用了他一个比较生动的外壳，或者叫外壳化。避风头本来说是，据说这个现在也没有证据，过去因为所记下来的东西都是北方话，偶然在这个北方话里面出来一个上海话或者其他方言词语，这个不知道以前用了多少了，不能说这个就是他的出点。所以说导江湖也好，说这个避风头也好，说它是什么，只不过那些比较差一点的这个小报上面先出现这个词语，不一定就是以前都没有讲过，而是出现的并不是它的基本意义，最初的意义。那么在上海这个叫做窃语大词典里面说，这个避风头这个词是这个青帮用过的，它就是主要是警察巡捕要来抓他们了，他们就逃到外面去了，逃到外面去，这个叫避风头。但是后来这个词因为它的含义比较生动了，就是在某一个事情的高潮的时候要避开一下这个风头这个，所以后来上海老百姓都用这个词了，这个词就没有这个脱黑了，就是说如果是它是黑词语的话就脱黑了。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气得我跑到乡下去避风头避了介许多辰光亏得我到乡下去避风头避掉，否则被他们打也打死了那么这个像这种它就是它没有褒贬了，就是它是一个中性词语它就是说避开某种这个运动或者是一种这个要抓捕你的这种高潮时期，这样这个就叫避风头。最近不是说有人说这个就那一组他把了这个周立波用了这个本来是猪人猪人本来是不太好的行为，可能黑社会做的比较多，就是把人杀掉或者弄掉嘛，干掉嘛。后来结果他一用了以后，被大家这个传出来，传到以后他的就扩展了，他的词义就空心化了，就是语言词义就是褒义词变成贬义词，贬义词变成褒义词，这个是词语上面发展当中的这个一个规律，可以说一个规律。比如说勾当这个词本来是这个是中性词，直到晚清，比如《儒林外史》里面讲到的句子，还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事情是中性的，可以用在褒义上面的。后来勾当就变成贬义词，渐渐的用贬义词。比如说这个腐蚀，青少年的腐蚀，开始的时候是化学词汇，化学里面的词汇，后来引申出去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空心化了，就变成一个腐蚀青少年都可以讲，这个意思就扩展了这个那一组它后来就变成把它干掉的意思。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有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词大家不愿意用，后来这个词就慢慢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待词汇也要是一种宽容的眼光来看，许多新词开始的时候都是少数人用起来，比如说这个凹少音这个有腔调，腔调本来是弄啥个腔调，这个腔调是有一些贬义的。现在有腔调是只有风头，有趴，有这个品很有品味的，还有这个个性还有什么风度这样的人了变成，只有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这个
腔调。但腔调这个词确实是上海很有特色的词。腔调这个本来，为什么腔调有字？如果有腔调也好，弄啥个腔调好，都是指你是怎么模样的意思。就是既是说你的说话的时候的东西，又是说你的姿态。那就是因为上海这个在20、30年代集中了许多这个戏曲，都是在上海诞生。像沪剧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或者是传进来以后，变成大型戏剧，发展的非常繁华。所以上海人看到这个他们唱的腔调，就跟他们的姿态是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腔调在40年代的时候就说弄啥腔调，就是包括你的姿态。后来主要讲姿态了，就是你的样子了，模样了，模样了。这个词就是上海话的这个比较可以说它的这个来源的词。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是这样完全是这样。好，就是说这个上海话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上海话顺其自然就可以发展得很好20世纪从西方来的许多新概念、新事物，上海话就是见一个造一个来不及的就说养会、养塞、养风炉、养囡囡等等，很多洋房也是这样出来的，以致群众在造这些洋泾浜语跟外国人来这个交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上海话和国语。那么我们找原因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前一段时期，这个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有的人他的认识上的问题，他把这个普通话跟方言的关系错理解为这个一个是消一个长的关系。有些人是在大学讲台上，在会议上面公开这样讲的，认为一个要长，一个就要消，所以现在上海话就消了，对吧？甚至还提出来要警惕这个都是报上的语言警惕这个方言回潮。什么叫回潮就是把这个两者之间看成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哲学嘛这个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或者把对待人的这个等级观念任意人延伸，人都分等级，所以话也要分等级。这个把普通话嘛看成是高级语言，把方言嘛说成低级低等语言，或者说市井语言什么的。就是还有一个提出来看到的，就是说普通话做文明人，那么这很容易被人家他的理解出他的语用意义。你要做文明人，就一定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方言，说方言就野蛮了。这句话现在国家语委上次在这个2005年了，在这个2006年在香港这个国家语委的一个副主任当面跟我说过，他说这个话我们已经不提了不这样提。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是通过这个推广就学会的，才可以学会。只要从小时候起跟着母亲说就会的。一种语言在7岁之前是最容易学好的，11岁以前如果你没有学这个话，以后就难用了。那么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的学生在课余就是下课的时候说上海话，那么说了有的学校还要受歧视或者扣这个品行分。这就是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阶段从小割断了跟方言的联系。这样做当然是直接阻碍了上海话的传承。到了进大学，他的宿舍里面我们就看到都是上海人，没有一个新上海人，都是讲普通话的，因为他讲普通话讲顺的，这个上海话倒反而不讲。再来拾起这个上海话，那么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就大档之口。上海话当中大批有特色的、有价值的，比如说刚才错别家说过的这一类词语，这些跟普通话当中没有的这些好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当中流失，就不足为奇就不这。这个上海大学有上海大学的语言跟文化中心，就上海语言跟上海文化中心专门有统计，
专门有统计调查过。在上海，这个90年代以后，大部分的中小学、幼儿园在下课时候不能讲方言，所以在这些入学的孩子当中呢，由于学习的最佳的年龄段失去了上海话的环境，大部分人当时不会说上海话，后来即使自己觉得交际需要，自己学了也学得很差，有的仅仅是只用上海语音说普通话而已，都是普通话的词汇。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大概有近20年，它就造成了上海话衰落下去的主要原因。据我们调查，在我国各个地区，凡是在中小学当中至今下课可以讲方言的地方，比如四川、重庆、这个成都、重庆，这个广州啊，这个尽管外来人口增多，方言都在当地没有衰落，而长期不准下课说方言的地方，比如上海、苏州、杭州。杭州有的语言学家打电话跟我说，他杭州这个语言，这个方言已经病危，所以方言都出现了这个衰弱，以致病危的这个状况。有许多孩子在进学校之前留下的家庭的这个录像当中都是说上海话的，但是进幼儿园以后，自然录像当中都是普通话，不会说上海话了。其实只要让孩子像70、80年代的孩子，就像我女儿75年生的，现在上海话、普通话都学得非常准，都讲得非常准，平时都可以说，家里都可以说上海话。这个当时学会上海话的人，这个年龄段学会上海话，有的人到美国去，到这个80年代回来，他上海话还说得很好，因为他已经学了，只要他在用。不一定跟这个使用的频率有多大关系。比如你在这个像我这个情况下边讲普通话，跟新上海人一起讲普通话，这个场合当然是现在的社会当然多起来了，讲英语情况都有。但是你如果是从小学好了上海话的话，你在上海人当中讲上海话，只要在讲是不会这个衰落的。所以只要让这个孩子像70、80年代的时候的孩子一样，带着母语进学校，在下课时间中自由说方言，上课的时候说普通话，分清私语跟公语，普通话和上海话都会像70、80年代人一样说得很流利的。新上海人的子女，有的人跟我说，我们的子女倒很想学一点上海话，从小嘛，他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上海长大了嘛，是上海人了嘛，这个希望想学也学不到啊。那么如果他们在上海人的小孩的环境里面，他们也很自然会上海话、普通话都学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自由通行、多言多语的环境。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局、戏曲、新闻广播当中都能听到上海话。但是有一段时间以后，就据说82年以后，在媒体里面，传媒像电台、电视台这个节目当中禁止方言，不准用南方话播放新闻，拍摄电视剧，但是北方话还有，这样的规定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生动的上海话。有的人认为上海话就是说滑稽的，都是最滑稽的词语。这个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的所用，就要萎缩。所以说，在电台、电视台、公交线上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方言，也破坏了语言传播的顺其自然。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能有利于本地语言的发达。普通话使用的场合多了，也不会使上海话变衰落。这个是在上海历史上得到证明的。世界上的大都市，纽约、伦敦、这个巴黎等都是移民城市，现在还在不断移民。像这个纽约，每年据说有1/3的人也出去进来，都是语言最发达的地方。伦敦英语，伦敦现在郊区还有伦敦郊区方言。我在这个
人家学英语的这个里面，这个录像里面听到他们的这个伦敦郊区方言。伦敦英语它吸收的英国各地的方言、外族语言的词汇比上海话多得多。这个实际上我们吸收的这个完全是吸收的，比如像刚才沪语啦啥的这些完全撒娇啥这些外地人的语言加上英语，这个上海话大词典里面去统计一下还不到5%，而这个英语是非常多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广场，就是包括现在包括就是大商场，这个广场 plaza 是 plaza 来的，这个 plaza 就是西班牙语啊，它吸收的最多，所以呢，它比法语、德语的要发达多。现在的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伦敦英语的方言。据说是据这个就是新英汉词典的陆国生主编，他说是多1倍啊。关键你自己的语言根基好不好、强不强，这个是主要。如果自己在限制自己，就不能怪人家了。方言在生活的深处是表达了，在深处的表达上面是积累了细致、丰富的多的词语，这个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胡适曾经在这个1930年的时候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这个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面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类话，许多这个大师名家，一直到这个现在张培恒啊，还有余秋雨写的这个叫什么，周立波的《徽词典》上面也是这样说。他说他说的人家在下边笑得最热烈的，就是他离这个所谓的规范的这个语言最远的地方。这个最近有一本这个完全用上海话写的小说叫《弄堂》，是一个80年代的人，用字非常规范啊。这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大家可以去读读，是一长篇小说。这个方言是群众天天口头流传的，口语是不断创新的、生动活泼的活水源泉。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跟这个口语3种，而口语承载的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况下边，方言的多样性可以更显得这个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各地的方言活语都可以出来丰富共同语。共同语永远有一个活水的源头，因为它是口语。大家在口语词语往往都是在口语，当然还有一个书面语啊，也吸收啊外来的许多科技啊文化词语也有。在2006年以后，国家语委传达出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说不同的语言和方言都是国家的语言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多彩的文化的基础。要树立这个语言资源观，这个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啊，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是当今语言生活当中的严峻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它语言的定义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嘛，但是这个定义是过去这个斯大林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这本书上定下来的，所以后来在现代汉语在这个语言学概论这个影响深远啊，影响深远。梁启超在这个比他早得多了，在这个20年代的有一篇叫什么是文化？这个在精神文化方面，语言是第一个，是最主要的
这个语言文学艺术这个伦理这个第一条当中的第一个。所以语言本身是个文化，而且语言的定义里面，语言是承载着许多文化艺术。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交际工具，它还是人思维的工具。所以各个地方思维出来当然大都相同，也有不同的。比如说这个麻这个多的地方，在内蒙古，它麻是各种各样分类。比如说这个上海话的沪就是渔网，过去这个鱼有各种各样鱼，这个在东南沿海，而在内陆它的思维当中就没有这个东西，只有一个总的概念，这个是海洋语还是几个主要的语概念，是各不相同的。这个是举的这个个别的事物。那么事物，这个江南的事物跟这个东北的事物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各个地方的语言实际上都是各个地方的文化，连这个语言的结构都是游牧民族这些西方的这个欧洲语言，这过去是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他们语言结构的变化，我们调查出来也是规律也有差异的。当然总体是相同，但是也有区别。所以文化这个方面，好的文化都要保护，不保护就像埃及的这个金字塔，到后来就没有了，对吧？这个他们的语言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说，最近呢，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17届这个6中全会的通过了，指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个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那么国家语委副主任这个语新司的司长，教育部语新司长李一鸣最近在上海的有关报告上面做了说明，他说党中央全会上首次提到了这个语言问题，可见这个我国的语言文字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句话有2个分句，这2个分句都要认真贯实落实。本来上海以为只落实前边一句话的，后边一句话它不是我们的内容。这个现在2方面都要落实，就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汉语的方言保护当然包含在内。在2001年12月25号，上海语文学会召开的上海语文学会第12次代表大会上面，82个这个会长、副会长啊，这个教授、学者一起提出了4条建议。那我也顺便，这个《东方早报》全文登载过。这个我顺便这里讲这个读一下这个四条这个倡议。一个是幼儿园、中小学学生上课使用普通话，下课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说上海话或其他方言，让从小在家长那儿学得的方言带进学校流通。在当前幼儿园小学生多数人完全不会说上海话的情况下，这个学校老师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在下课说上海话，每周要安排时间辅导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讲好上海话。家长在家也应该积极鼓励孩子说好上海话，要组织开展全市性的中小学生上海话使用的比赛活动。这个在苏州已经比赛过了，去年。这个全市所有交通线路、地铁、轻轨、机场、码头都用普通话、上海话、英语报站和通报重要的注意事项。第三，上海的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开设上海话频道，用上海方言播放上海新闻和上海文化、生活文化节目。其他台也适当增加使用上海话的节目。第四，教育部汉语方言用字规范课题组负责人张正新先生已经将经审定后的上海方言规范用字转发到上海，建议由上海权威部门正式公布，用于对上海话书面语开展正字正音活动。上海话要和世界上其他国际性大都市一样，这个上海
要这个提倡都市当中的语言多样化环境，科学保护正在使用的各种语言，像巴黎现在，过去巴黎法国也是很限制这个德语的方言啊什么，限制很厉害。但是现在语言这个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宣言就是他们为主提出来的倡议的。所以他们现在巴黎他们这个语言的机构已经调查了80种这个语言，在巴黎的语言要保护，其中有一种就是吴语，因为这个在巴黎有很多这个无方言区的人，所以他们巴黎保护的语言，这个国家通用语跟方言还有各种外语，在现代社会当中还各自使用，在不同的社会交际和文化场合，都有其独特的功用，应该让他们顺其自然的各按其位，各得其用，各占所长。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正在放弃这个统一语言的思路，努力构建一个多言多语、这个和谐的这个语言生活，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而且落实到实处，要促进这个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如果树立了这样的新理念，那么普通话跟方言可以在上海双赢。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